记录，明仔载才要露营，你今仔日就一直甲困包烂条条哦。我先甲你收起来啦。哦，好啦，莫甲你抢，安尼我来甲你考一个哦。除了困包，你敢知影佫有啥物物件是即马露营爱食的？无讲你唔知，即马露营时行早 LED 灯条，来当照光，佮足有气氛的哦。大记录，你敢会晓伫野外煮食？吼，我就知，袂要紧，我有准备。噔噔，出外用的加速炉，安尼就唔免起火起甲烧起啊哦。若无，咱嘛会当兄叉烤，安尼煮起来会加足香的。哇，讲到我家己巴肚嘛枵起来啦。好啦，安尼咱就较早困较有眠，明仔载才有精神去露营佚佗哦。感谢大家收看，咱后边再会。阿母伫网络买啥物？咿呀咿呀哟，一条500块，2条1000块，买一条，买2条，买到厝里几落条。阿母伫网络买啥物？咿呀咿。